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漂洋過海嚟到澳門，之後更加以保護澳門為理由，喺各地設立咗好多大大小小嘅軍事防禦炮台同埋碉堡。400年後嘅今日，雖然硝煙離散，呢啲防禦工程已經失去咗軍事功能，但係呢啲建築物就成為咗澳門百年變遷嘅重大見證。中央炮台，澳門居民又稱為大炮台，因為處澳門半島中央，為主要嘅制高點。過去一直以嚟都係澳門軍事防禦體系嘅核心，與其他炮台一齊構成咗覆蓋澳門海岸嘅防衛網。大炮台其實佢最開始咧係由耶穌會士去興建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返大炮台都會知道佢隔離就係大三一牌坊啦。咁而事實上，大三一牌坊佢以前係一個叫做澳門嘅聖保學院嘅一個附屬建築嚟嘅。咁呢個學院係耶穌會士所創辦一個教育機構。咁所以喺1594年創辦聖保學院之後咧，其實呢一帶都係耶穌會士嘅一個活動範圍。而大炮台喺呢個地方，一方面佢位處整澳門半島相對一個中央嘅位置啦，亦都有制高點。咁所以為住去防備一啲嘅外國嘅一啲軍事力量，例如係荷蘭人嘅入侵啦。咁所以耶穌會士佢就喺1617年開始去興建大炮台，成為一個軍事上邊一個用途。因為其實喺17世紀初嘅時候，咁我哋知道其實葡萄牙人喺澳門呢個地方去做貿易啦，發展咗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嘅一個貿易網絡。咁而去到17世紀初嘅時候，其實荷蘭人都嚟到呢一片嘅區域，去想同葡萄牙人去進行一啲嘅競爭嘅。咁所以佢哋都會周不時攻擊或者要去希望佔領澳門嘅地方。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下邊，1617年嘅時候咧，咁就耶穌會士都喺個地方去開始建咗個炮台。咁大炮台咧興建喺此山一個海拔高57米嘅山崗啦，位於澳門半島嘅核心地段咧，係一處好重要嘅制高點嚟嘅，能夠俯瞰澳門整個澳門半島同埋佢嘅海岸線，可以與周邊嘅炮台同埋防衛工事形成一個聯動網絡。所以呢度咧曾經都成為咗澳門兵頭或者澳門總督嘅駐地，係具有重要嘅軍事價值同埋防衛意義嘅。喺1622年，澳門成為咗葡萄牙人以及荷蘭人嘅戰場，當時大炮台就發揮咗關鍵性嘅作用，為荷葡戰役奠下咗勝利嘅種子，從此亦都改變咗澳門百年嘅命運。大炮台一度作為澳門重要嘅軍事建築，並且列為禁區，但係隨住戰爭嘅結束，大炮台亦都開放咗成為澳門重要嘅旅遊景點。隨後大炮台亦都曾經改變為其他用途。咁大炮台頭先講係1617年佢開始興建啦，咁到1626年咁就正式完全完工嘅。咁之後佢其實好長一段嘅歷史時期係做一個軍事嘅禁區。咁直到1965年嘅時候，咁就大炮台經歷咗一個去軍事化。咁澳門當時嘅氣象台都設立喺呢度，咁當時就會成為一啲嘅市民或者遊客都可以嚟到嘅地方。咁直到90年代，呢一度就作為澳門博物館嘅選址，去開始興建澳門博物館。咁澳門博物館咧，當時選址一個地方咧，係基於呢度嘅歷史底蘊同埋地理優勢嘅。咁我哋知道大炮台咧都位於澳門半島嘅核心區域咧。咁比鄰大三巴同埋附近嘅議事亭前地咧，都係一個遊客集中嘅地方啦。另外咧大炮台咧，亦都係個中西文化交流嘅歷史見證嘅。咁選擇喺呢度建館啦，能夠讓博物館啦成為歷史文物嘅一部分啦。大炮台都位於澳門嘅歷史城區嘅核心地段啦，咁亦都方便旅客同公眾咧嚟到博物館參觀同埋感受周邊嘅文化氣息嘅。澳門歷史城區喺2005年咁就列入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遺產名錄啦。咁大炮台喺呢個歷史城區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組成部分嚟嘅。咁事實上，整個澳門歷史城區就係見證住以前
中國人同埋葡國人，乃至好多其他嘅西方人喺呢一度去互相去交流，互相有一個文明互鑑交流嘅一個作用。咁大炮台其實都見證住呢段歷史，亦都尤其住見證住澳門昔日嘅一個軍事防禦系統。博物館咧喺起之前咧，咁就喺1995年咧喺呢度進行過一次大型嘅發掘嘅。咁發掘到啲乜嘢咧？咁喺一個原本嘅氣象台嘅基址下面咧，咁我哋都發現到早期嘅一啲建築基址嘅。有學者咧推測咧，佢係一個主塔樓，即係當時炮台嘅主塔樓嘅地方。咁另外咧都揾到一啲大炮台早期嘅牆體建築咧，譬如我哋博物館大堂嗰度我見到一部分嘅。另外咧都發現咗佢比較複雜嘅排水網絡啦，同埋儲水設施嘅，同埋都出到咗一啲明末清初嘅陶瓷片，以及一啲生活用品等等。咁目前咧，大炮台上面嘅大炮有22座嘅，主要分佈喺大炮台南牆咧，同埋炮兵馬路上面嘅。咁呢啲大炮咧係嚟自英國由貝利佩亞公司所訂製採購嘅。咁主要係19世紀中期嘅產品。我哋知道大炮台係一個軍事設施啦，咁我哋放置翻啲大炮喺度咧，係主要重塑翻昔日呢個防衛工事嘅功能啊，同埋讓公眾感受翻當時嘅一啲歷史嘅場景等等。另一方面咧就係文物價值咧，咁主要係讓公眾咧了解翻19世紀英國嘅鑄炮工藝啦，同埋唔同種類嘅炮嘅類型嘅。咁我哋呢度咧都係成澳門嘅著名嘅打卡點啦，旅客都好中意嚟嘅，咁亦都俾公眾作為一個休閒啊同埋觀光嘅一個場景咧，為旅客提供重要嘅文化同旅遊資源。澳門軍事建設散佈喺各處，部分歷史悠久嘅更加成為澳門世遺文物建築。呢啲建築雖然失去咗軍事作用，但係喺時代洪流之中就成為咗今日澳門旅遊業嘅重要歷史展示物。下一節翻嚟，我哋睇下另一個澳門著名軍事建築嘅新面貌。澳門喺唔同時期有住唔同用途嘅軍事設施，而位於東望洋山上嘅軍用隧道就係其中之一。當時澳葡政府亦都係20世紀30年代再度展開一系列當代軍事防禦工程。其實咧，我哋睇呢個東望洋山咧，我哋會見到佢有個炮台啦。但係咧，其實嗰個炮台咧，主要嚟講咧係喺17、18世紀嗰陣時使用嘅。去到20世紀初、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喺戰爭上面咧，嗰啲方法已經改變咗㗎。葡萄牙人喺澳門咧，佢哋都因應呢一啲戰略嘅變化咧，係部署一啲新嘅一啲防禦設施咯。即係我哋今日講嘅松山嘅軍事隧道，就係嗰段時間，大概1930年代左右啦，就開始建設咯。呂澤強係本澳一位建築師，同時亦都係一位歷史建築研究愛好者。佢曾經就訪過澳門好多大大小小嘅軍事碉堡，做咗一個關於澳門碉堡建築嘅相關研究。呢啲軍事隧道咧，即係有好多人以前入嚟就叫防空洞啦，但係實質上佢唔係防空洞嚟嘅，因為防空洞個目的咧，本來嚟講就係咧去避免即係嗰個空襲嘅時候去避災嘅。東望洋山上面嗰啲咧係軍事隧道，佢哋係軍人使用嘅。呢啲隧道咧，其實佢係會連貫咗佢嘅一啲軍事設施啦，包括一啲碉堡啊、瞭望站啊、倉庫啊、火藥庫啊等等。而且咧喺隧道入邊咧都會有一啲室嘅。咁呢啲室係當時有軍人駐守嘅，即係話佢哋係喺呢啲設施入邊係作為一個防護嘅功能啊。東望洋山咧，其實係喺澳門半島嚟講咧，係最高嘅一個山嶺嚟嘅。喺澳門半島嘅東邊咧，係佔咗一個好大嘅位置。不論係向海嘅嗰邊啦，或者係陸地嗰邊咧，喺戰略上面咧都好重要啦。你見葡萄牙人好早期已經喺
佢個山嘅高處起咗嗰個炮台啦。20世紀初嘅時候，亦係將呢個東望洋山嘅好大部分係作為呢個軍事用途啦。咁係後嚟慢慢先開放翻，即係嗰個松山變成咗一啲步行徑啊咁樣咯。經過重修之後，市政署喺2025年12月將松山軍用隧道 A 段重新開放，並且增加咗一條 B 段路線，而 B 段路線比 A 段更加之長、更加之複雜，所以需要市政署人員帶領先至可以進入。即係我哋而家喺呢個 A 段啦，咁 A 段係咁多隧道比較短一啲嘅。雖然短啦，但係我哋都會睇到佢軍用隧道基本嘅嘢啦。你會見到係圓拱形嘅隧道啦。咁佢起嗰陣時咧，佢係真係地嗰度挖出嚟起嘅。佢入邊都有2個室啦，一個就係呢個室啦。另外嗰個直頭係有一個發電機啦。軍用隧道裡面佢有一啲設施係供應翻入邊駐守嘅軍人使用。按市政署佢哋嘅嗰個展示同埋記錄咧，東望洋山嗰度咧有3條嘅隧道啦。咁A 段就係比較短嘅，咁佢仲有 B 組嘅隧道啦。B 組嘅隧道咧就中型啦，仲有一組咧就佢係唔開放嘅，就係最大型嘅嗰個係佢哋 C 組啦。嗰個係有2層高嘅，而且有10幾個出口啦。其實呢啲隧道其實係會連住。喺東望洋山上邊咧，唔同嘅一啲設施，包括係嗰啲炮壘啊，一啲碉堡啊，尤其是大嗰個入邊咧，應該係有火藥庫嘅。咁 B 隧道咧，其實咧就唔係得一條咁樣直出直入嘅，而係一個已經算係一個網狀啦。咁雖然啊有啲路咧係比較窄啦，但係佢係連通咗幾個室啦，同埋咧佢仲連通咗一個碉堡同埋2個炮壘啦。而且咧喺啲炮壘嗰度咧，佢都有幾個出口咧係連通佢啦。大家即係參加佢嗰個導賞咧，可以感受到咧東望洋山嗰個軍事隧道嘅特點啦。由於地理環境關係，澳門有好多小山丘陵。因此形成咗好多軍事設施，散落喺澳門各個地方。由於時間遠久以及軍事機密嘅緣故，所以好多資料亦都再難收集到。目前只有靠一啲民間學者去做相關嘅田野研究。見到現存嘅一啲呢啲碉堡啊等等，佢哋嗰個狀態就冇被修葺過啦，但係亦係有即係不斷咁樣轉壞啦，因為佢都係喺山上邊啊、草叢入邊啊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見到1個2個碉堡，咁我哋係好想知道佢哋之間係點樣營運嘅。我哋喺東望洋山呢度就比較容易啦，就因為佢係有軍事隧道係將佢連埋咗啦。但係喺另外啲山上面咧，佢哋係單獨嘅。咁但係單獨佢哋應該嚟講都係有一定嘅關係噶嘛。咁所以呢一啲咧就需要喺一啲檔案啊嗰度去揾咯。但係大家知道呢啲軍事嘅檔案曾經都係一啲機密嘢嚟噶嘛，所以唔係咁容易揾到咯。咁呢啲都要日後要慢慢再去揾多啲資料，先至有可能去重構翻佢哋。因為而家見到嘅只係一啲碉堡啊，或者炮壘啊咁樣作為佢哋軍事用途嘅時候，可能仲有一啲兵營啊，或者係一啲倉庫啊、彈藥庫啊等等。呢啲建築物可能已經慢慢係拆毀咗啊、改建咗，所以我哋都睇唔到咯。有陣時滄海桑田，硝煙遠去。澳門軍事設施唔單止反映咗唔同時期嘅殖民軍事演變，仲見證咗澳門以及中國近幾百年嚟嘅歷史痕跡。如今呢啲軍事建設雖然失去咗戰略意義，但係就成為咗遊人打卡嘅熱點，為澳門煥發出新嘅經濟生機。本集節目內容喺網上同步播出，可以上澳廣視網站tdm.com.mo 收睇節目。